命个命的创意术士，爱唱诗人为你煮菜。金曲歌王说要收我为徒啊，我好害怕。哦，完全就是海鲜的鲜气鲜味，今天要开传汤的啦哦。 分享苏康平安来注意传爱是阿里前一包的鱿鱼粑粑，伊讲家己买的唔好食长春，阮来讲，我用的本家己买的好食长春嘞。呀鱼粑粑呢，伊要迄味金曲高王，要迄名之中人，呀哈，我就来捞佢连线。嘿 ，Hello， 文玉，文玉好。哦，雅丽姐。 连命的创意术士，爱从事为你钟情，本创作灵感宝贝。呀，连命的创意术士，天空的云发出爱心，冲出爱的眼里。哇哦，哇哦，来看啦。 老妹嘅样片有冇？人家最近唔係就老妹去做样片咧，当神器啊！哦，唔过有个鱿鱼哦。不过三个字，别犹豫这么久。你这个是什么？这是什么？这是什么？别犹豫这么久。对。那是什么？鱿鱼。哦，鱿鱼哦，啊，这个鱿鱼哦 ，OK。鱿鱼有呀，抠摸的啦，要趁它的热度啊。因为爱泡到的片的天后啊，什么这个 ella 他们也来留言嘛，什么彭佳慧他们都来留言这样，然后要给片的流量是我这个粉专开设以来最高的一支影片，按赞数也是26000多个这样。我要当好看啊，当好看老妹嘅互通啊。竟唔讲人妹嘅唔好食长菜，佢唔好食乜嘅长菜咯。 唔讲到伊咧重点，也就近边爱要求救的问题啦，因为爱做嗰道菜咩，伊就也在多挑食的年纪嘛，啊，西西班，呀，比如讲高丽菜无米丝的啦，有无甜的啦，唔拉咸的啦，嗰道强菜唔食啦，啊，其实爱有讲伊营养不均衡的，像生肉，像是冷的。 雅丽姐，看到以你的这个厨艺来教我好。好啊，这样啊哈，就用我的经验来，然后分享一下，下一拜哈，你同下来做的下一出料理，菠菜海鲜面。 我看也做下，迄正经有煮菜的做下，平常正经。当然啦，我去干嘛都要拍片的呀。我会做甜点的，不爱生意的杨枝甘露嘛，对，姜汁烧肉哎，用七海小做啊哈。厉害厉害，好，这样哈，你一下印来做，印来打水骨哈。你这菠菜有看到吗？我看到哎，有。好，先切一半，切一半。好，切一半。你用这个煮水嘿嘛？头当个煮滚的嘿。不用呀。 菠菜先穿烫下。哎呀，你别煮加一下唔怕，因为底下你可以捞去打比散。果汁机打过，有看唔是那个菠菜用色，而且唔低呀，你就强吹变对里边啊哈。哦。嘿。哦。哎，好，来捞去拿起来。捞起来，我直接变喺果汁机里边下。系啊。我有个果汁机来跟讲哦。 最厉害的有嘛吼，美国进口的呢，跟讲。里面我老爷喺中央的。哦，我终于找到你了，妈妈。哦，就是这个物件，我们能够重逢。哦，哎，说干嘛了？我知道你哦，哎，董聪啊，叶配有冇？哎，你用啥东西做叶配啊？牛俊平牛奶嘛。 莫倒向倒啊哈，倒一些嘞，倒一些，有一些哦可以比好大就好啦哈。因为按手手啊，哎好嘞，好嘞。嗯，那个
哦，这一招真的厉害啦！我们都用牛奶来打果汁，啊，那些蔬菜呢？都加一这个开糖，加个有转速，错冇？嘿，用一。哦，按文字哦，这个转速，你看，强啊！哦，来讲真嘅，下一拜哈，金曲奖真的是大丰收呢哈。感谢啦，大家不爱忌讳啦。哎，今日跟彭佳慧表演咩？我哋用啥？因为我哋合唱一条歌嘅，娘嘅命嘅唱艺术是，爱唱诗人为你煮菜。对你弹过那歌了哈，充满雅丽姐撩妹一下哈。真的很棒哦，真嘅当真嘛。来哈，哎，你先来炒呀，太从头，来当好糖牙技术，罗姊妹。两种幸福。没用钱就买得到，就像白玉的萝卜椒，简单如此好米汤。你看下了以后呀，我都觉得好好听呐。下不爱妈妈啦，对呀。OK， 有啲羊炒我差唔多呢。吃到亚叔各位懂有感情的，意大利面啊，好，有个面，做在先用到加下个水底度一汤，红萝卜。红萝卜不用下去啊。对呀，因为你吃到煮菜老嘅饮料创作有动枪嘛。哦，动枪啊，以调配一道美味的料理，跟下出一条火锅，一本大家可以品尝。好，一个是听觉，一个是味觉，要某胸用，呀，其实都感觉到心灵舒畅。差不多哟。就嘿呀，差不多诶。然后你做的用鱼肉。哦，鲷鱼肉全部不用下去啊。下工会咩做的不用进去。下工嘅有去沙嘛？下工吓，哦有哦，嘿。哦，这样用那个意大利面做的不用过去耶。哦，蛤蜊也是。意大利面不用后就不用蛤蜊。啊。蛤蜊嘛全部不用哈。对呀。哦，满满的。蛤蜊懂多。满满的蛤蜊啊，唔怕啦，四角之类的，不计成本哦，今天啊。你的汤如果不够多，你刚才那个煮面汤可以放进去。哦，再放一点。盖过它。对。你们两个材料它多。哦 ，OK， 刚好哎，刚应该整锅倒下来就刚刚好，嘟花呢。哦。哪怕某一硬条，我怕它的鱼肉会不会整个都散掉啊？不要摸硬条，操！你真的是有概念。真的。疫情期间最大的收获就是我是被歌手耽误的厨师啊，对。汉你可以，你就做在湿色辣跟米西，跟咸淡。啊。用白。来看到哈，吃一下米西哈。然后。用 C。我们也是很注重卫生的啦啊，而且每个汤匙只能试一次。懂有概念哦。哦。我不用把它养，它完全就是海鲜的鲜气鲜味，好甜哦！你可以关火了。哦，可以关火了。把它倒进去。哇！对。罗小璐，你不知道了哦。爸爸偷放什么？菠菜汁啊！我跟你讲，藏在里面你也不知道。搅拌一下，对不对？哦，好漂亮哦，它变绿色的感觉，就那种。黑呀。有一种小麦的感觉。拿个咖西的呀。我觉得要加一点咖西盐巴。其实也嘛可以加一些胡椒，好吗？我正要跟你讲，我的手上现在拿着的是黑胡椒粉。你看看没有套好的哈。欣赏，你要不要收我为徒啊？这个你可以，我教你音乐，你教我做菜了，好不好？哦，对，以后那我可能会耽误你哦。哦，我很愿意被你耽误啊。对，因为耽误在你家每一天吃3餐啊，我也不怕了哈。金曲歌王说要收我为徒啊，我好害怕。哦，你太客气了啦。明制作人呢？没有，你可以跨界哦，做菜，然后可以唱一些做菜的音乐，也不错啊。这是不是也可以加一点白酒？可以啊，黑生意的唔可以色粒花，唔係本身嘅色粒花就唔怕。那我们现在就去试试了 ，Go！
要来来，仔，一些班。仔，我跟你讲，哎，好。我刚刚从厨房走到房间，立刻闻到香味冲过来，而且一直要吃，哎，对，其实，在开拍之前他已经吃了2口，你看现在我要吃面，哎，哦，等一下哦，这个反应实在太，哇，我觉得太有成就感了。父母亲做菜，如果孩子觉得好吃，这是最大的成就感，我觉得很棒哎。对啊，看到安用真人有安用超级奶爸的 feel， 真人当好诶。哦，係啊，規劃鋪即間先嚟教啊，然後疫情期間噶嘛，跟也管很變規劃啊，有了解去搞生意呢。最大的收穫就也好嘛個口場，也嘛個好唔好，我哋了解，啊也上課態度好，也唔好用去搞嘢，去綁出嘢啊，係啊。然後喺過程裡面拍個按圖片咧，也是我疫情期間最大的收穫啊。啊，挑的煮幾下風菜，係啊。好，今日開傳統的啦，吼，今日那個人香膏那種做菜哈，吼，用來煮起來，變成呢成功的，完全零失敗，大家。好，加油就祝福唔到，啊，祝福你們全家都能夠平安快樂，啊。啊，真的，大家也要平安，各位觀眾要平安的哈，大家加油呢，哎，拜拜。好，拜拜。看到文藝來嘅按好食也做菜，我心肝每次都當歡喜。下一擺我請問人來連線，我做乜嘅料理咧？聽錯嘅時候愛到下一期的節目哦。這邊，爸爸跟你講，今天我煮的這個貝殼海鮮意大利麵，你看你喜歡吃哪一個顏色的？吃一口，你聞有沒有很香？我要吃黃色的。黃色的來。我不要湯。我不要湯來。哦。怎麼樣？爸爸厲不厲害？你自己說厲不厲害？那喝一口湯好了，喝一口湯。可是你有吃到這裡沒有蔬菜的味道嗎？沒有吧？沒有。哎，那可能是真的他肚子不餓了哈。老師，我們下次再做另外一道菜好了。大家好，我是小鹿，願你平安，我們下次見，拜拜。